日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这个自称是华尔街金童的这个姓毛的女子，以为探空甲投资虚拟货币的这个名义，向会员来领钱几啊千万，这是犯着诈欺。台北地检署约谈了后，以120万予伊交保，这个集团另外一个负责人以100万来交保。讲这个姓毛的女子自称有美国博士的高学历，过去捌以资善家的身份，捐赠着100万的马术予退伍会，想袂到做善事的钱拢是无正当的钱，即卖互交保，恐惊这个被害人的血汗钱嘛讨袂倒来咯。看到镜头，人就是越过，伊就是自称华尔街金童 XRC 集团世贸台湾区负责人，洪指控涉嫌诈欺，约谈了后以120万来交保。同款去互约谈挂嘴，暗暝这个查甫人是集团亚太区生产的负责人，以100万来交保，因涉嫌以投资虚拟货币市场违法赚过6000万。那上课搁办国际论坛，场面是正气派。姓毛的查某人搁讲，伊带团队到波兰，甲集团的总裁来见面。后来搁讲网络去互骇客入侵，摕袂到钱。被害人才发现讲，敢若是落雷陷阱。2018年开始，集团讲伫波兰挖矿做虚拟货币交易，被害会员会当做静态的投资，讲逐工会当摕1/1的分润，满120天就会当摕20%的利润。动态投资搁鼓励会员有人会当抽成，违法赚过6000万。这几个月介绍虚拟货币 ATM， 号称作是毛老师的这个查某人，讲伊家己有美国高学历，佮以资善家的身份，捐100万的公车，互退伍会成得赢家。其实我从小是在眷村长大的，想袂到这钱竟然拢是违法赚到的。如今华尔街金童嘛互约谈，集团的干部嘛伫咧被告的名单内底，超过100万块来交保。严格被害人的辛苦钱，恐惊嘛是正歹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